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彰化县的刑警大队有一个警员，伫税处的所在自我了解，是毋是有绩效的压力，也或是牵涉到霸凌的问题呢？彰化县的警方讲拢无哦，但是阮警的太太伫红晒的手机啊，发现到微言，怀疑这个刑警大队有3个人甲红晒霸凌。家属是痛骂警方互相暗砍，所以写批到总统府来侦情。县长的警察抱囡仔欢喜退休庆祝生日，规家伙仔伫咧镜头前，感情是长甘碧天，心到即马拢正做回响。警察11月17伫咧租厝的所在自杀，伊的妈妈艰苦甲站袂调，讲这是做工课所在害死因囝。警察的太太伫咧红晒手机内底看到飞言，就惨姓肖的队长含2个同事，佮甲队长讲，家己毋是诈骗集团，真侪疑点，互家属怀疑是捡同事欺负。警方23号证实，县长的警察自杀，强调无做工课压力，或者是互人欺负。不过，伊的太太发出陈情批讲到，彰化警察想要暗砍阮翁，叫刑警大队的同事欺负的事实，阮无法度接受。阮的感情拢真好，爸母退休，人拢还阁伫咧，无必要惊这落火。假使毋是拄到警察的长官含同事欺负霸凌，哪有可能会选择放杀某囝？哪有可能伫咧会书顶？吊命吊死。未曾接获有关刑警大队投诉霸凌或管教不当的情事。道上警方强调，县长的警察平常时甲同事拢真好斗阵，不过警察的手机伫咧事发后，公务军组拢规退了，互家属追击，代志并不单纯。人走后马上就把他退出群组。你这样说什么？还是要串供？那因为涉及到公务，所以当下是将他退群。39岁县长的警察，平常时含同事打击毒品、掠诈骗、抢劫电行，嘛拢做成。伊伫咧警察特科班结业了后，分发到彰化县警察局，为派出所警察开始做。111年4月升警察组，连接彰化县刑台警理队。伊含太太有一个囡仔，规口罩的感情爸。不过太太讲到，红晒休假若当来到厝，容易讲到伊做工课压力介大。是要告诉发生这个比较，这专案已经进入司法庭处，警察强调会配合检方调查，厘清真相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